首先，我哋會出九龍站嘅 C 出口，往前行上前面嘅電梯。上完電梯之後，我哋會行右手邊，見到路牌之後繼續向前走。你會見到一個路牌，我哋就會行右手邊嘅分岔路，繼續往前直行。行到盡頭，你會見到右手邊有一條扶手電梯。上扶手電梯，靠左手邊繼續直行，繼續往前行，你就會見到左手邊有一道玻璃門。出玻璃門之後，繼續往前直行，你會見到一條扶手電梯，再坐扶手電梯落一樓，再往右手邊方向直行到盡頭，然後轉左，再繼續往前行，你就會見到右手邊好大個 M+ 嘅標誌，而呢個標誌係喺東入口。記得揾我哋教練同埋我哋嘅手推車啊！而我哋手推車上面係會有我哋 Go Surf 嘅 logo。See you guys soon！